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以及刊印煽動刊物案，控辯雙方將會喺8月14號開始結案陳詞，預計喺今年第4季會有裁決。聆訊歷時共146天，期間控方傳召咗8名證人出庭作供，呈交證物超過3000項。辯方證人雖然只有黎智英本人啊，但佢作供長達52天。基於案件由2023年12月斷斷續續審到2025年3月，相關報導亦見零碎。見雜誌會就庭上作供作出整合報導，等讀者一氣呵成了解案情重點。首先，就黎智英被指串謀蘋果高層利用蘋果意圖策動支持反修例運動，煽動讀者反抗、仇恨中央同特區政府，阻止港區國安法實施，甚至係配合其游說國際制裁嘅策略。控方就要證明佢哋早有共識，利用蘋果意圖達到煽動同勾結外國勢力嘅目的。而且呢個協議喺港區國安法生效後依然存在。控方因此傳召咗早已認罪嘅蘋果編採管理層，包括時任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蘋果副社長陳沛敏以及前主筆兼論壇版主管楊清奇，以從犯證人身份作供。時任壹傳媒營運總裁周達權亦以特赦證人身份作供。佢哋均稱黎智英實質掌控壹傳媒運作，並指示編採運作及方針。作為員工，冇權向老闆說不，只能言聽計從。而黎智英亦辯稱對蘋果編採運作只係提點，從唔會要求硬性跟從。但同時佢又承認，蘋果至少有2次按照佢嘅指示，包括做大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會見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嘅新聞，以及發起1人1信救香港行動。1人1信更係下屬反對下強硬執行嘅，就只因為佢一句我係老闆，似乎又印證咗下屬們身不由己嘅講法。只係即使蘋果編採高層確有跟黎智英串謀達到煽動及勾結外國勢力嘅目的，控方仍然要證明呢個協議喺國安法後仍然生效。陳沛敏就話，即使黎智英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而被捕，佢亦未有指示改變蘋果嘅編採方向，更聲言我會撐住。而張劍虹亦指黎智英還押後，曾喺獄中跟佢講唔使怕，繼續做啦，好似原來咁做。又話過點解要自己執咗佢，不如做到俾人冚為止。為黎智英解釋當時話繼續做，其實係叫張劍虹繼續營運公司，亦相信蘋果編採部會小心謹慎，唔會做出逾越國安法嘅事。